另外，敦邦税2.0今仔日嘛要伫立法院表决，昨昏党团有协商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民众党拢同意讲敦邦税率对目前上悬3.6%，要有悬到4.8%，只有时代力量要求爱比4.8%更较悬。财政部有回应表示讲，虽讲只是增加1.2%，也毋过即马配合全国总规划，就是讲伫全国有偌济警署，会安尼来总算，所以应该有加重的效果。改善空厝营用无用的问题，行政院今年9月通过敦邦税2.0的方案，今日展开调研协商，针对上关键的税率，其实已经得到各政党多数同意。敢若时代力量认为敦邦税税率4.8%无够悬，爱听候19拜日议会表决。时代力量他们当然认为说3.6调到4.8，他们觉得调太少。以税率的调整来讲，也是有相当的幅度，并不是说没有调整。税基也就扣税的基础必须去符合市价。那假设这两个配套能够完整的话，我相信可以进一步来健全房市。税率的增加，其实可能在整体来讲，以这样子能够遏制房市炒作，会逼出空屋的这样的政策目标来看的话，可能效果还是有限。这届敦邦税2.0修法的重点，主要是税率为上悬3.6%调整到上悬4.8%。不过这点无得到调研的共识，其他包含房产统计为县市改做全国规划，也有单一家己大的税率为1.2%降到1%。另外，经济要求地方必须要制定差别税率，有得到共识。财政部回应，对毋是自用税率上悬为3.6%调悬到4.8%，虽然敢若增加1.2%，不过加全国规划这个做法，一旦达到敦邦税负的效果。房子空屋拿出来，我们觉得是不会有效果的。重视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觉得比现行的税制进步嘛，所以我们支持他要来通过。民间团体认为，真歹靠税制改变，就当逼出市场空厝，互期待有正义。你做敦邦税2.0表决通过，对于建商来讲，未来销售模式我哪会做改变？建商就会力求赶快把它销售出去。当供应量增加的话，对房价呢确实有这个平抑房价，确实有帮助。建商认为，敦邦税2.0虽然有助压制房价，不过即马下房屋市场处处甲房屋持有者，你做因为敦邦税2.0上路，都爱加交房屋税，是毋是因为安尼会转到厝租，加重无厝的人因的负担，这原来引起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